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丁亚珊，欢迎收看1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文学作家叶石涛曾经伫伊的作品当中写过，家己是住伫瓜牛乡，离这条巷仔是连接中西区永福路、民生路到西门路的巷仔内。市府文化局将这寡小巷串联成历史街区，打造真济装置艺术，也鼓励老厝改造。代理市长李梦燕上午特别到现场视察，希望吸引更较侪人前来行读。石板路顶描述着文学作家叶石涛的文句，巷弄内面也看会到瓜牛的装饰。市府文化局将中西区永福路、民生路到西门路等等巷弄改造成为历史街区，而这嘛是叶石涛作品当中瓜牛乡的位置。伫文化局长叶哲山，也有设计师的带领之下，代理市长李梦燕16号前往视察，要来看历史巷弄改造过后的模样。依咱来看，就是那文化局有来做街区的整理的啊，大部分都会用铺那个石板，所以如果在台南看到地面是石板路，像这一种，大概沿着这个石板路去探索，这些都是最精彩的街区了啊。所以我感觉这真正要谢谢文化局啊，还有我想在整个过程里长还有区长都一起参与，啊2位议员也跟咱合作在预算。那希望讲将来咱家不只是铺面的整理，那很多老屋的立面，好，咱起码有这个历史街区这个计划哈。那么老屋的立面咱也来，那只要有意愿的，我们会来协助来整修啊。希望将来咱台南不只是这个恢复这个样貌，而且是把它是一个干净、一个整齐，而且有质感跟优雅的一个状态。这个历史街区在做的过程当中，咱会考虑几个问题啦吼。第一就是讲，咱从居民之间迄个界线，咱拢会修缮好势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咱的厂商居民有反映啥，咱拢会参与配合，爱修缮好势排水的部分爱处理，然后是消防的部分，嘛会一并的去考量居民住的安全所以整个居民居住的舒适性跟安全性这拢有兼顾到。街区工程除了重新铺设路面以外，也改造背景老厝的管线，同时改善消防设施。行伫瓜牛巷内面，会当看到甲叶石头相关的装置艺术，同时也会当看到真济民宿、咖啡厅等等店家的进驻。伫文化局的规划之下，瓜牛巷不只是一条历史的巷弄，也成为少年人也有游客想要探访的新景点。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上午邀请教育局甲幼教业者，针对私有甲非营利幼儿园收费公立化政策提出探讨。对此，幼教业者要求市府尊重市场机制，强调收费若是要公立化，就应该全面实施，才有公平。对着2月份就要试办的私有甲非营利幼儿园收费公立化政策，台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甲侪支私有业者提出5大诉求，因认为以市府提出的评选机制，互收费超过非营利幼儿园标准的私有无机会参加。而且评选机制设定的收费甲评估限制，伫教育局补助费改立以后，将造成幼教市场无公平的竞争，要求教育局制定完善的配套措施。这个咱应该就爱甲这个做法，大家都爱来参详，大家都爱来研究，看安怎做较好势。你较会使大主大意的时阵讲，我来这个用评选的，来针对。这个少数的部分来做补助，若安尼时阵这个整个的教育的一个市场教育的一个环境幼儿的这个部分
安尼即个就天下大乱啊咧。教育局表示，对着输入公共化的政策，教育局要求申请的输入必须参加教育部的辅导计划，而且伫行政检查部分将会更较严格要求，强调绝对会有公平的机制。这个整个方案就包括说，一个部分是家长的收费可以减低，一个是教保服务人员的薪资可以调高。那我们相对配套的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课程的一个辅导计划一定要进来。那包含我们的行政检查，这个都会进来哈。那目前我们第一阶段就是说，我们打算1月底会公布计划，也会送议会这边。那2月份开始是先从我们台南市的偏乡哈，有7区13间幼儿园，再加上4间非营利，就等于13加4哈，等于说17间幼儿园先来做一个示范。点起全国首创的私有收费公立化政策，目前确定有4间非营利幼儿园，甲7区13间私有，伫2月优先试办，预计8月正式全面上路，预计将有6000到8000名的幼儿收费，家长每一档只要交22920块，比照公有基准的代办费，将会当减轻经济负担。但是民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鼓励辛苦的杜江妈妈，对着学童营养午餐的奉献，多位国民党议员召开联合记者会，呼吁教育局重视专区655位杜江妈妈的付出，希望市府编列春节红包来送给每一位杜江妈妈，感谢因的付出。囡仔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除了接受良好教育以外，这个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因此，每一间学校的杜江妈妈，因的工作都非常的重要。为了了解基层学校杜江妈妈的辛劳，议员特别伫教育局施宏燕科长陪同之下，访视大成国中甲新南国小的营养午餐制作现场，看到每一位杜江妈妈用心料理，互学生食好食健康，互议员拢非常的感动。但是因为杜江伫寒暑假的时阵是无薪水的，所以希望会当替全市655位杜江争取春节的红包。到了其中寒假最重要的春节，有没有给予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一些鼓励，一些温馨的支持？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的主题。每一个学校的主工妈妈，他们可能领的薪水，包括他们是不是能够领到春节的慰问金春节的那个加菜金也好，或者春节的礼金，都是因各校不同。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也是要求教育局给予他们的那个农历年的一个春节的那个礼金。我相信说这些厨工妈妈都非常的用心，甚至我们那天去参观。他们就是全部的环境，然后包含他们所吃的食物，跟我们外面的比较起来，真的要加倍用心，因为毕竟这个是针对我们台南市每一位小朋友的健康及营养。他们的薪资除了我们政府单位要求的基本工资之外，好像是要从学生的这个成本，他交的那个费用的成本里面去来处理，所以我觉得。请教育局统筹处理是一个最安全、最可靠，也是最有人情味的处理方式。对此，教育局施宏燕科长表示，对着杜江妈妈的付出表达感谢甲敬意。这笔经费将会早返去国内，依照教育经费来给予可行性。台南市民张伟忠、郭国义采访报道。包括主工妈妈。更更加有议会月初伫文化中心甲柏林交响乐团合办演奏会受到好评，创下售票好成绩。伊为了回馈社会，将演出所得捐赠予台湾雷特市政朋友关怀协会，希望抛砖引玉，予社会更较侪人来关心。一场名号做柏林气氛的音乐会，1月初伫文化中心登场。这个音乐会阵容非常盛大，由德国柏林交响乐团结合台南少年钢琴家吴怡慧联手演出，得到各界好评。更加难得的是，吴怡慧因为细汉的时阵得过紫斑症，
所以对着罕见疾病朋友特别关心。后来透过议员创全的看线，希望会当将演出所得关键给台湾雷特氏症病友关怀协会。钢琴协奏所得，那我们把这笔钱全额捐出，3万块台币虽然小小的数目，但是它代表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我觉得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得到很多社会的帮忙，其实他长大之后就会懂得回馈议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继续充满了这个爱跟温馨把它散播到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也很感谢就是我的父母，然后议员叔叔，然后我很开心能够把这一次我们所得的这一部分，然后捐到那个雷特氏症病基金会。有议会将演出所得全部捐出，就是希望会当唤起大众对着罕见疾病重视，透过这个成果，号召更加侪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口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俊义慈善基金会因为惊真济弱势家庭甲独居老人，伫这波寒流会寒着。所以特别准备100份的米批，分别要送给天主教台南教区以及北区有需要的民众。这一份一份实在又够温暖的羊毛棉被，就是俊义慈善基金会一份一份的善心。由俊义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李明威，甲伊高龄98岁母亲卞秀云，以及执行长罗叔，将这100份的米酒被捐出去。也互更侪人伫咧寒冬当中感受到满满的温暖。每一次听到我们这个团体有需要的时候，就真的送一些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所以真的，我特别代表我们这2个单位来感谢我们的全体同仁我们圣基慈善全体同仁，谢谢大家。咱真感谢咱圣理之声广播电台捐予咱50床的棉被，这真正对咱区内底较弱势的一寡长辈一寡民众拢做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这50床棉被阮来按算要来分予阮区内独居的一寡长辈，搁有咱一寡较弱势的单亲的家庭因需要这棉被来互伊温暖，感受到咱社会温暖。同时，因也要邀请到民众做伙来参与。将伫咧1月21号礼拜日所举办的2018年第11届岁末有爱的嘉年华会。接下来在1月21号，我们在那个成功夜市，有举办那个每一年都有举办一个嘉年华会。那在嘉年华会上面呢，我们也会送棉被。那嘉年华会呢，我们是设很多摊位，给那些弱势族群摆摊去，卖东西，然后卖的东西由他们自己，做他们自己的经费。俊义慈善基金会表示，到时阵会有食的、啉的、耍的丰富的单位，也欢迎大家做伙来共享盛举，欢喜来帮助弱势民众。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市消防公祭慈善会第13号结合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典联合服务处举办中西区家修理会爱心行动，会中准备白米、沙拉油等零星物品，
希望帮助绿色好过年。首都合作的台南市秀峰公祭慈善会、甲立法委员陈廷辉市员陈义丁联合服务处，本着善心为出发点，伫13号上午针对中西区登记有案的假修理户，准备了白米、关庙米、沙拉油等等的物资，由服务职工一份一份准备好，并亲手会予来领取的假修理户，互因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我们这次还是第一次办这个冬令救济，但以前我们办的形式不太一样啊。这次大概是考虑说办一些米粮方面的冬令救济。那以前我们配合中西区跟南区都办过2次，那个当时是提供是现金支付了。那这一次呢，今年的话，我们董事会决定说，好像是景气的关系都希望能够帮助一些弱势家庭所以我们这一次办了那个冬令救济，大概是希望我们以一己的力量能够服务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原则上大概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都说一样了，就希望说尽我们一份的力量，因为我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每一年陈廷飞、陈怡贞，我们联合服务处每一年呢都会来办理这个寒冬送暖的活动。那今年非常感谢由我们秀峰公祭慈善会特别跟我们服务处一起来合办这样子的活动。那也希望针对中西区的低收入的家庭总共584户，希望讲互咱家弱势家庭会当感受到社会对于呢温暖跟关心，嘛希望讲抛砖引玉让更多人能够加入关心弱势的行列。那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秀峰公祭慈善会今年特别跟我们服务处一起来合办这样的活动。那也希望未来每一年能够持续下去，来照顾我们的弱势朋友。秀峰公祭慈善会也真感谢侪善心人士帮忙出钱出力，互假修理户会当伫咧年关接边时阵，感受到满满温暖甲爱，互因会当安心过一个好年。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提供400岁民众更加多元的享受，业者无定期举办新车展览。今年特别邀请8大汽车、甲3大重型机车品牌共步举办展览。会中50台车款有过超过7000万，邀请民众做伙来大开眼界。800岁每当有至少200个新车展览，大部分都是年初甲年尾，除了要吸引中国街站的人客来看车，了解目前新车的设计美学甲相关流行的车款，当然嘛要互所有400岁消费者都有机会来欣赏。而今年这场总共有8大汽车品牌，加上3大重型机车来参展，主办单位估计50台汽机车总价值超过7000万。相当有看头。星光3月台南新天地在南部是名品精品最齐全的百货。那一年呢，大约都会举办2到3次的车展活动。那在2018年开年的第1大档展览，就是现在举办的2018年丰余新车大赏。那集结了许多汽车品牌，还有我们这次也融入了重机品牌的部分。那希望呢，可以带给我们的高端卡友们比较不一样的购物体验。主办单位表示，对去年汽车销售的情况来看，小绿车的买气已经首次突破3成，成为市场的一大主流。加上顶级的重型机车嘛出现3年的豪华收藏，愈来成为侪民众注目的眼光。嘛有侪想要买车的民众，认为来这比起车厂看较无压力。它有摆很多种车子嘛，我们可以随便看也不用说只有在一个卖场，然后就是他们的业务人员他会一直鼓吹，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到处看几个厂牌都可以看，选择性比较多啦。从今仔开始，一直到1月22号的新车展览，也邀请车迷把时间做回来欣赏。台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除了食薰以外，包括煮菜的油烟以及空气污染，拢是造成肺癌的原因。不过，肺癌除了用西医检查治疗以外，那是会当用早以中医来提升病人的免疫力，改变身体机能失调的问题。
将会大大提高存活率。根据台南市立病院中医部医师针对肺炎的病人，采用西医合并中药加针灸治疗，发现会当提升病人的免疫力，减轻化疗产生的不良反应，以及改变患者机能失调的情形。包括有65岁肺腺癌患者，多年来接受中医针灸，肿瘤明显缩小，以及原本被认为无够一档存活时间的病患，经过中医调理，延续生命达到一档以上。中医的疗程它是你有空就来，不见得说那个，比方说这个病人现在在西医住院，在化疗，你就让他去化疗，安心的化疗。等到化疗一结束，你就可以赶快过来，就是在我们可以搭配的时间里面，你就过来针灸，这样就好，也不一定说1个礼拜要针多久，但是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稍微密集一点。那等到这个稳定下来，也许你1个礼拜来做1次或是2次，也许就够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治疗的病人，除了刚刚我们讲张女士她是一个比较是没有转移出去的第2，就是我们 Stage 2的一个病人之外的其他都是末期的病人。那末期的病人常常在感觉上大概都是存活率在1年以上的不多。那我们现在这些病人大概都已经1年以上甚至像刚我们讲那个王女士，她已经快要满5年了所以代表说整个病人的治疗过程跟整个这个病人的一些病况是有改善的。医师表示，中医疗程会当完全搭配化疗来进行，在每一次结束了后，上好积极安排针灸治疗，以透过中西医整合照护，增加存活率。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西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6度到24度，要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1月16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